一講到強積金，可能咧你都會有以下呢幾個疑問啦。第一就係對於強積金同埋投資一竅不通，點算好啊？又或者咁多基金咁複雜，應該點揀呢？又或者明知道強積金係好重要，但係唔識得揀基金，更加唔識得點樣管理啊？仲有就係返工好忙，邊有時間打理強積金啊？如果你有以上嘅諗法嘅話咧，都可以考慮下揀呢個預設投資策略噃。講下乜嘢係預設投資策略啊？預設投資策略咧就係一個現成嘅投資方案嚟㗎，就係符合退休投資原則，幫助解決市民唔識得揀強積金基金啦，同埋收費高呢啲嘅問題㗎。佢有3個特點㗎喎。第一，佢就係會隨住成員接近退休年齡咧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㗎。第二就係收費咧設咗個上限啦，管理費用啦同埋一啲經常性實付開支咧，分別都唔可以超過基金每年淨資產值嘅0.75% 同埋0.2%㗎。第三咧就係會採用環球市場去到分散投資風險㗎噃。由2017年嘅4月1號開始啦，強積金法例就規定啦，全港所有嘅強積金計劃咧都必須提供一個預設投資策略㗎。若果強積金計劃成員咧係冇向受託人啦俾一啲投資指示嘅話咧，受託人就會自動將佢哋帳戶裡面嘅強積金按預設投資策略進行投資㗎啦。除咗咁之外啦，大家亦都可以自己主動揀預設投資策略，或者投資喺預設投資策略裡面嘅基金㗎。我哋講下咧預設投資策略係點運作㗎？預設投資策略咧係由2個混合資產基金組成㗎，分別就係核心累積基金，咁佢哋咧就會持有比較高風險嘅資產啦，60%咧就係投資喺風險較高嘅資產，類似好似環球股票咁啊，咁而40%咧就會投資喺啲風險較低嘅資產，類似環球債券咁啊，咁呢一個基金咧就屬於相對較進取㗎。咁第二咧就係65歲後基金啦，咁佢哋係持有比較多低風險嘅資產㗎。80%咧就會投資喺風險較低嘅資產啦，例如一啲環球債券，咁而2%咧就會投資喺一啲風險較高嘅資產，例如好似環球股票咁啊。咁呢個咧屬於較平穩㗎。咁而預設投資策略咧就會按照成員嘅年齡啦，自動調整投資喺呢2個基金嘅比例啊。當成員啦仲喺18至49歲嘅時候啦，就會全數投資喺核心累積基金嗰度，而去到50到64歲咧就會逐年遞減核心累積基金，跟住亦都會逐年增持65歲後基金去到降低投資風險㗎。咁而去到64歲之後啦，就會全數投資喺65歲後基金啊。咁如果我已經選擇咗強積金基金，可唔可以選擇翻預設投資策略呢？呢個係可以㗎。如果你認為預設投資策略係比較適合自己嘅話咧，只要向受託人作出指示啦，將呢個強積金改為預設投資策略去到進行投資啦，又或者亦都可以自己揀去到投資喺預設投資策略下面嘅2個基金㗎。咁而詳細嘅安排咧，就要聯絡翻自己所屬嘅計劃受託人啦。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